来看到副总统赖清德带团访问巴拉圭，今透早已经先到纽约。AIT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甲咱的驻美大使邵美琴拢去接机，将近300名的侨胞嘛守伫咧饭店外口咧等。讲到即届有影是真罕见，因为无搁看到中国人来抗议。侨胞热情欢迎副总统赖清德到巴拉圭访问。纽约12暗时住伫乐天皇宫酒店，纽约警方瓦谢路将维护治安，带侨差不多300人到场迎接，甚至出动电视枪甲电锯，未少人真远所在赶来。找所有的交通跟住宿的，都自己负责。You know, my dad's from Taiwan. I was born American, but definitely important to see democracy, freedom, and that's what I came to support. 这届过境美国赖清德的行程无啥公开，县内协员会也表示无希望失去主题焦点。无讲选举策略，半导体女王苏姿芳的爸爸苏春怀嘛出来支持。本身呢，我们就比较低调一点，我们按照我们的这种步调来进行这个选举的助选。中国不满赖清德过境，本来想讲会亲像顶一届蔡总统到纽约的时阵，中国动员行路港来抗议，不过好亲像情况无好，颠倒是有中国民众来挺台湾，反对中国侵台。反对大陆武统台湾，我们非常反对，所以我们勇敢地站在这里。很少有人有勇气站在这里，公开地支持台湾。驻美代表邵美琴前飞机迎接 AIT 主席罗森伯格亲身伫文章表示，因为小妹结婚无法度到纽约，由执行理事拿英代表罗森伯格一定会甲赖清德伫旧金山会面，13中昼有交宴，也一定会甲台湾青年举行座谈交流想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